后来，这个振兴3倍券7月15开始来使用，全台湾的夜市啊，拢烧卡练手，要来探烧冲买去。台北的宁夏夜市都来推出着招牌的潜水宴。22顺的菜色，本地市价是3500，若是用振兴3倍券，安尼只要3000块。高雄的瑞丰夜市嘛推出着家己的抵用券，加上这个3倍券，双港坐下要来冲买开拼业绩。来哦，烧酒西夜市，前半年咱挂嘴暗，后半年搁拼一个，猪就当夹起来，食好了。全台湾夜市摊商即马拢望政府的振兴3倍券，希望讲会当拍铁啊探烧。歌手詹心梅伊伫夜市卖冰，才满1年尔，也真冇应用到。那时候的我呢，就站在那个前面，然后就望着天空。哎呀，老天爷，就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就是在5月底，哇，就发现说人就一直出来，尤其是假日，真的好像大家都被关很久的感觉。在新夜进来哦，人客嘛忍受袂掉啊！用振兴3倍券享用，宁夏夜市招牌潜水宴，22项菜3000块，5个人做伙消费满1000送100。双港坐下，高雄瑞丰夜市推出专场抵用券，一张总面额50块，拢总5张，一张10块，小小的优惠，敢会感觉无意思？我们很多都是铜板经济啊，所以这个10元呢，对消费者来讲就是一种也是鼓励啦。目睭光光，5万人条抢棍，财源嘛抢棍，希望更较侪人大家烧酒踅夜市。